上個禮拜我喺 Thread 嗰度見到一個 case， 樓主月入21000，平時都可以儲到11000蚊，係好多人心目中理財嘅榜樣。但係佢竟然同大家講，佢覺得自己好失敗，好冇用。點解呢？因為99%嘅理財都漏咗最關鍵嘅一步。喺呢段片入面，我會同你探討一下焦慮嘅來源。上個禮拜咧喺 Thread 就見到呢個傳聞啦，樓主用一個新嘅 account 咧去表達佢對未來同埋金錢上面嘅焦慮。咁我哋即管睇佢講啲咩啊？真係唔知自己固執啲咩，啱啱出嚟做嘢，每個月得21000，好想自己幾多歲儲幾多萬做應急金，所以每個月扣起11000儲起佢，諗住一儲夠就可以好好開始學投資，然後每個月要俾5000家用，剩翻5000蚊就日常生活用，平時都唔會亂用，拍拖先豪下咁。但今日同女朋友講起嚟緊12月聖誕節點過，去唔去旅行好，我就焦慮到爆炸，因為我知道佢一直都好想去日本，望住身邊啲朋友一年帶女朋友去2-3次日本，再望張機票成6000幾，我真係唔知點算。點解我咁冇用？我仲要點逼自己？其實睇到呢個 thread 完全 feel 到樓主嗰種焦慮同埋擔憂。如果睇緊呢段片嘅你都有類似嘅情況同埋心情呢，咁我想認真同你哋講，你哋並唔係冇用。相反，你哋係非常之有責任心同埋識得為別人着想嘅人。我相信有同樣感受嘅你都係好年輕啊，20幾歲出頭。但你唔單止儲錢照顧好自己嘅將來，仲識得為身邊嘅人，包括屋企同埋伴侶着想。其實你哋比好多人更加成熟同埋穩重。我哋睇下樓主呢個人工嘅分配啦。佢首先咧就將11000蚊儲起，為未來去負責啦。有5000蚊嘅家用為屋企負責，剩低5000蚊係自己嘅生活費。仲希望嚟一部分咧，同女朋友創造更加好嘅回憶，為自己同埋嘅親密關係咧打造更加好嘅體驗。咁所以咧，我好肯定啦，樓主絕對唔係失敗啦。咁但係點解佢會覺得自己好冇用呢？可能係因為用咗一套懲罰自己嘅方法去理財。大家可以同樣留意下，我哋自己有冇陷入過同樣嘅循環啦？就係用懲罰依家嘅自己去換取一個未來嘅安全感。嗱，咩意思呢？咁其實我哋每個人咧都好需要喺財務上面有安全感嘅，只係有啲人啦需要6位數字以上先可以覺得到安全，有啲可能幾百蚊甚至幾十蚊都仍然可以風花雪月。好明顯啦，樓主呢一種人咧就係需要多少少錢喺戶口上面啦，佢先感覺到安全同埋放心嘅。據佢所講啊，佢嗰個應急資金嘅目標咧要儲2年先可以達得到嘅。咁我好簡單做一個計算啦，11000蚊一個月乘翻24個月，咁即係 total 係264000嘅。以下啦我就想問2個問題：第一，點解會係26萬呢一個數呢？第二，喺呢個數字嘅背後反映緊我哋乜嘢嘅價值觀呢？喺呢度咧就可以講下究竟咩叫應急資金嘅。通常咧我哋準備應急資金咧有幾個目的，講明應急即係意料之外嘅事啦，例如會係失業啦、意外啦、疾病入院等等。而結婚啊、屋企裝修等等咧，其實都唔屬於應急資金嘅用途嘅，因為通常呢一啲咧都係有計劃、有鋪排、有 schedule 嘅，所以就唔屬於係應急資金入面。好啦。以樓主呢個 case 做例子，樓主5000蚊一個月嘅平時生活開支啦，當佢儲6個月，即係半年嘅儲蓄啦，大概就係3萬蚊。如果再穩陣啲嘅，1年嘅儲備咧就大概需要6萬。樓主相信咧應該都係一個非常之上進嘅男仔，唔會容許自己超過1年以上冇工作冇收入嘅，所以相信6萬蚊嘅失業應金咧係非常之足夠。而自己或者屋企如果有意外或者疾病嘅話，我哋可以靠保險公司做一啲保險嘅計劃，去幫我哋做一啲風險上面嘅轉移，喺一個合理嘅保費之下，將突然需要用嘅大錢轉移俾保險公司，唔需要自己去負擔。而其他例如係突發嘅裝修啦、屋企人緊急開支等等啦，呢一類咧就真係比較難以預測嘅。咁但係通常咧1年嘅生活費預算咧都係正常嘅儲備嚟，所以大家儲應急金嘅時候咧都可以思考下以下3個問題：第一，呢個目標數額係感覺出嚟啊，定係經過理性嘅計算出嚟呢？如果我哋只係憑感覺去講出個金額，如果呢個金額太細嘅，其實面對生活上面嘅不確定性，其實唔能夠真正可以幫到我哋。相反，如果呢個目標太大，反而會令到我哋對依家嘅金錢咧失去掌控感。即係頭先我所講，用懲罰依家嘅自己去換取一個未來嘅安心感，咁唔單止唔能夠持久，更加會影響身心嘅健康添。第二個問題就係，如果呢個目標金額唔合理，令到自己喺呢一個當下反而感覺到更加憂慮，甚至自我懷疑，又需唔需要考慮調節一下呢？大家可以用翻我頭先提過嘅例子，例如每個月嘅生活費乘翻6至到12個月，視乎翻你對金錢嘅安全感，去決定應該要儲幾多。樓主呢個例子就係5000蚊乘翻12個月，即係6萬蚊啦。而如果憑感覺，好容易令到我哋輕視咗個目標，覺得暫時儲唔到都唔緊要啦，下個月再儲啦。又或者相反，我哋好緊張嘅，我哋就會成日覺得唔好放鬆住，慳埋今個月先，唔好享受咁多字，
盡量慳多啲先。無論係太放鬆或者太緊張，其實都唔係真正嘅理財，因為真正嘅理財反而應該係要令到我哋生活更加安心，而唔係更加緊張或者憂慮。第三，除咗儲喺銀行活期活開入面，喺儲夠1年嘅生活費之外，係咪都有一啲同樣可以具有高靈活性，但係對比活期會有更高回報嘅投資上面呢？市面上有好多唔同嘅工具，例如冇年期鎖定嘅基金啦，又或者可以喺股票市場買到嘅債券等等。對比活期，雖然佢哋唔可以馬上拎到錢，但係通常幾日至到1個禮拜咧就可以拎得返啦。喺適當嘅投資之下，咁就可以唔需要儲2年，可以儲快咗。舉個例子，1年半或者1年零9個月就可以達到26萬呢個目標金額啦。咁咪可以減少自己嘅焦慮時間，以及早咗享受同女朋友嘅生活同埋旅行體驗呢。咁我曾經咧 PM 過樓主想同佢了解多啲啦，但係直到我錄嘅時候咧，佢都未覆我嘅。咁所以暫時咧，我其實全部都係由公開資料嗰度開始分析咗先嘅。除咗應急金之外咧，我哋就理財預算嘅時候，其實應該係花更多嘅時間去了解一下自己嘅價值觀係點。例子，有啲人嚮往安全感，希望可以儲到更加多嘅錢啦；有啲人就相反，希望可以自由多啲嘅，盡量探索多啲唔同嘅世界，唔使綁住喺一個地方。如果我哋希望安心穩定，但係喺理財方法揀選咗一啲波動嘅工具，我哋好容易會因為市況嘅波動而緊張虧損去賣出。相反，如果我哋希望同屋企人或者伴侶上面有更加多嘅人生回憶，但係喺理財上面就將絕大部分嘅錢儲起鎖起，只會令到我哋覺得兩頭唔到岸，好冇用。我哋都係人，並唔係一部儲錢機器，我哋都需要適當嘅休息同埋娛樂，否則我哋只係一個儲錢上面嘅苦行僧。所以睇緊呢段片嘅你，我哋可以邀請你暫停5分鐘去思考以下3個問題。第一，我努力賺錢，最後希望換取嘅係啲咩呢？係屋企人安穩，係第時可以去唔同嘅地方，甚至可能係未來有一個安樂窩。第二，喺未來5年之後，我理想中平凡但幸福嘅一日係點過嘅呢？我希望你可以盡量諗得詳細少少。舉個例子，朝頭早去咖啡飲咖啡，咁去邊間咖啡飲呢？個咖啡係咩香味呢？係同邊一個一齊呢？你嗰種感覺同埋情緒係點樣樣？又或者去沙灘嘅？個沙灘嘅環境係點呢？係邊一度嘅沙灘？同邊個去？嗰個環境、氣温、感覺係點嘅等等。第三，綜合以上嘅問題，你嘅人生價值觀究竟係邊一樣對你最重要呢？可能係伴侶嘅關係啦，可能係安全感，可能係人生嘅體驗、家庭責任、成功嘅形象等等。綜合咗以上3條問題，其實我哋會比較了解到自己嘅價值觀係點樣。根據呢個價值觀，我哋可以好好重新制定一個真正可能，同時亦都唔會令到我哋自我懷疑嘅財政預算。今日我對樓主嘅觀察做例子，佢係比較需要財務上面嘅安全感、家庭嘅責任感、伴侶嘅關係，以及可能同其他人對比嘅對比心。咁如果係我嘅建議呢，我會將樓主嘅21,000月薪分做3個帳戶。第一，叫佢做未來帳戶，同樣係儲俾未來嘅自己，但係金額我會由11,000蚊減少到9,000蚊，即係1年儲10,08,000。雖然每個月儲少咗，但係我會建議佢當達到6萬蚊嘅基礎應急資金之後咧，去做一啲穩陣啲、適當啲嘅投資。咁雖然我哋每個月咧減少咗儲2,000蚊啦，但係喺適當嘅投資之下咧，我哋預期咧仍然可以快少少去達到佢26,400,000嘅目標金額添。第二就係多出一個叫做人生嘅體驗帳戶。頭先我哋咪講咗由11,000蚊減到去9,000，多咗2,000蚊出嚟，其實就係會落入呢一個叫做未來帳戶啦。而呢一個帳戶咧，先係我哋理財上面嘅關鍵。喺呢個 account 入邊啦，我哋儲嚟咧，其實係可以愛嚟平時享受、玩樂，甚至係同女朋友旅行用嘅。因為我見到樓主佢話，平時5,000蚊嘅日常使費都唔夠膽豪使，但係多咗呢2,000蚊一個月嘅 account 之後咧，我哋可以用呢一筆錢啦，去 enjoy 我哋嘅生活，體驗我哋嘅人生，而唔需要感到 guilty。因為我哋都係人，我哋唔係苦行僧，我哋唔需要用懲罰依家嘅自己去換取一個未來。我哋依家呢個 plan 其實反而唔會 run 得長久啊，就好似我依家咁嘅樣，充滿住自我懷疑同埋焦慮。咁所以呢一個 account 入面嘅錢咧，足夠我哋每個月可以食豪少少，甚至儲嚟去日本玩轉開心嘅旅行，換取更加多嘅回憶，而同時亦都唔需要羨慕其他朋友啦。第三，佢嘅家庭帳戶同埋佢平時嘅日常生活使費帳戶咧，暫時就維持不變。咁喺新預算之下啦，雖然每個月儲少咗2,000蚊，但係喺適當嘅投資之下咧，我哋反而咧有機會可以快咗去達到我哋嘅目標金額。同埋最緊要嘅係，我哋建立咗一個可持續發展嘅財務預算，而唔需要逼迫自己做一個苦行僧。
以換取一個美好想像嘅未來。好重要嘅係，人生其實係一場馬拉松，除咗未來，當下都係非常之緊要嘅。重點我哋係點樣去攞個平衡？理財應該係令到我哋嘅生活去更加好啦，夜晚瞓覺瞓得更加安心，而唔係調翻轉嘅係俾理財去困擾。真正嘅財務安心應該係你嘅錢同你嘅內心價值觀咧係達成一致嘅。如果呢段片觸動到你或者可以幫到你，請你 subscribe 我呢個 channel， 開啟小鈴鐺。我係理財教練 Dennis， 我並唔係以銷售理財產品為目的，相反我係希望透過幫助你建立屬於你自己嘅個人理財系統，從而解決你對金錢嘅焦慮，成為自己嘅理財建築師。多謝你收睇，記住一樣嘢，你遠比你想象中更加有用。